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今天分享的这本书是《投资最重要的事》。接下来这个章节，作者要跟大家探讨分享了解效率市场局限。在投资领域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效率市场说，这概念对投资领域有重大的影响。什么是效率市场假说呢？请 Angie 来跟我们分享。效率市场假说在书中翻译为有效市场假说，是1970年代出现的金融投资理论。它发源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是芝加哥学派其中一项重要的投资理论。有效市场必须要符合下面几个重要假设原则。第一，市场里的参与者们彼此分享大致相等的讯息来源，而且这些参与者们他们聪明、客观、积极，采用的这些分析模型也是广泛的被使用的系统。第二，信息完全而且迅速的反映在资产的市场价格之上，因为这些聪明积极的参与者们时时都会关注市场的变化，会立刻买进价格过低的资产，并且卖出过高的资产，所以资产绝对在价格和彼此之间的相对价格是公平的。那在这个标准原则之下，市场价格代表对资产内在价值的准确预估，所以市场的错误发生率是很低的，任何参与者都不可能连续发现市场的错误，并且从中连续套利。那这些参与者之间它的收益差异是怎么来的呢？有效市场的投资理论认为，在有效市场里面不存在令人们战胜市场的投资技巧，所以将这些差异完全归因于风险差异。因为人们本来就有趋吉避凶的本能，所以大家在进行风险性更高的投资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更高的收益承诺来诱导他们。市场会根据情况来调整投资价格，来保证承诺可以让这些更高风险的人在已经知道的事实和群体共识的基础上获得更高的收益，但它不会跟风险没有关系，或者是非补偿性的这种新增的收益。因此从芝加哥学派的市场观点与理论逻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没有办法战胜市场。透过市场上共同基金的表现的研究，业绩持续亮眼的基金其实并不多。那如果最积极的投资组合再加上很积极的下注都没有办法战胜市场的话，那人们又何必要花大把的交易费跟管理费呢？所以在这个理论之下，它就发展了一种简单的投资工具，就是指数型基金。书中作者称为是消极型的投资，投资人的标的是依据某个计算数值去做调整，但没有人为的主观判断之后呢，这个数字全部都是由某种计算规则所算出来的，它可以代表目前这个市场状况的数字。例如我们很常听到的道琼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台湾加权指数这一些，投资人们只要将资金投入到一档很简单，然后按照某一个市场指数所确定比例的投资股票或债券上的基金，那他只要付出少少的管理费，就能享受到市场的收益。那作者马克思本人呢，他也是芝加哥商学院出来的学生，他认为符合有效市场假说的资产会有以下几点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资产广为人知，并且有一大堆的追踪者。第二个就是资产类别是属于社会认可的。第三个，资产类别的优势是清晰容易懂的。第四个，关于资产类别及组成信息的传播是普遍公平的。第五个，不会系统性的被忽略、误解或低估，比如说外汇。但是他同样也认为有效市场假说中仍然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因为他认为市场真的不能被战胜吗？人们都是在浪费时间，那客户都是付钱给投资经理人，都在浪费钞票吗？那可能很显然一定不是这样。那他对有效市场的理解呢，有效指的是迅速快速的整合讯息，而不是正确的整合讯息。那由于投资人们会努力的去评估每一条讯息嘛，所以资产价格能迅速反映人们之间对信息共同的含义的共识，但是作者认为群体的共识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2000年1月
雅虎的股票是$237，但到了2004年的4月，股票变成11块美元，那这个落差非常大。那我们用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很显然投资们对这2个时间点的判断有一个是错的。如果有效市场中的价格已经反映了群体共识，那么分享群体共识的也许就是能让你赚到平均的收益。但是如果你想要战胜市场，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非共识性的观点。